周知，上海已经复工复产了。我现在呢也已经到了公司所在的这个高科技园区。那复工复产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呢？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眼。整个办公区静悄悄啊，没有人。这里是之前的一家媒体公司，现在已经撤场了，活不下去了。这边的公司也已经撤场了，都做不下去了。看这边有一家，里面堆了很多的这个棉被，应该是之前疫情期间给人家住的宿舍，公司已经倒闭了。这里也没有开门，应该也没有生意。这里也是，这些公司是不是活着不知道。这是我们自己这边，我们算活着还算不错啊。然后那边呢，这里也是乱七八糟，撤场了，没有了。这家也倒了，也倒了。这就是上海复工复产的现状。我大约统计了一下，我们整层楼本来有10几家公司，现在依然还正常营业的，也就不超过3家公司了。就是3个月的封控啊，对上海的整个的商业造成的这个打击，简直是毁灭性的啊。所谓复工复产，你复工了未必能复产，因为3个月已经把产业链的链啊，已经全部都破坏了。